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asterPicks 嘅 Strategy 介紹系列。今日我哋嚟傾起 MasterPicks 獨創嘅策略指標系列之行情週期指標。你可以喺左側嘅 Strategy Scanning 中揾到呢一個指標，並點擊右側嘅問號按鈕，即可以查看策略介紹同埋用法。呢一套指標用3條線把成個市場週期拆得清清楚楚。紅色旗標走強信號，黃色上標行情正式開啟。紫色下標行情徹底結束，牛紅線話俾你聽大趨勢，安全線話俾你聽邊度唔能夠破。一套指標直接解決乜嘢時候滿倉衝，乜嘢時空倉匿，乜嘢時低級高拋3大難題。信號識別超簡單，紅色旗標價格企穩，牛紅線之上走強推，敢大膽買。黃色上標行情正式開始，可加到7、8成倉。紫色下標價格跌破安全線，行情結束立即清倉跑路。風險控制一句話搞定。牛紅線上方50到70%倉位，牛紅線同安全線之間降到30到50%，只要破安全線，紫色下標一出，全部清倉，絕不戀戰。呢一次我哋以港股0763中興通訊為例，喺技術指標功能中打開行情週期指標後，可以睇到2025年5月以嚟出現4次波段行情，每次系統都精準喺低點同高點提示行情嘅開始同結束，以及喺8月底大漲行情到來前1個月，系統朝早亮起紅色旗標提示行情走強，並喺10月底歷史高點提示行情結束，避免咗後面超40%嘅回調。若果全程跟住3個旗標，即可一路食肉又全身而退。此外，行情週期指標亦都能夠作為選股指標喺我哋嘅 Strategy Scanning 中出現。點擊 Strategy Scanning， 選擇行情週期指標，系統默認篩選出市場裡面近25日出現過此策略指標嘅所有股票列表。同樣，你亦可以自行調整呢個時間區間嘅長短。快來體驗 MasterPicks 嘅技術指標同 Strategy Scanning 功能，鎖定我哋嘅頻道。我哋盡快更新下期 Strategy 介紹，敬請關注大師精選，穩賺高點。